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 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吟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为听我的声。听听福音静声。
祝福基督的和平伫咱心内做主，咱受着真做一体，也是为着即个，搁着时常感谢。祝福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咱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稳定伫心内得吟来学了上帝。三架来吟，勉励教会圣诗第169首，主耶和华至尊至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较济，三甲来。教托启应文第39篇，伫启示录21章。现着我来启，请兄姐来译启应文第39篇。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无要搁有事实，
也无要搁有哀伤、嚎叫、疼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才会。请咱同心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阮真是意爱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阮的心神因为上主就快乐。阮要伫遮放下一礼拜来侪侪的重担甲看路，专心仰望你，尊主你最大。听候上帝你所要对阮讲的话，你是圣的上帝，你用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阮若毋是圣洁，就袂当见主。只是阮拍败伫你的面前，向你来悔改认罪，求你的大疼痛赦免阮的罪过、过失以及罪恶，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灵来敬拜你。求主帮助阮，毋通忽略救恩的信息，因为通过天使所讲的信息是确定有功效的。背逆无顺从的人，就受应受的刑罚。阮若是忽略遮尔大的拯救，哪会当闪避你的刑罚？这个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听见的人甘情到实实互阮。上帝阁用逐款大权能的作为，以及圣神的赏赐，阮众人来显明你的疼甲救恩。所以，阮一定着注意所听到的上帝的话语，才免偏离真道。求主帮助阮，心中毋通存着毋信的恶心，直到离开永远的上帝。即号人的心常常失迷，毋捌上主遮的路甲美善的作为。主就伫上气中讲，因决断袂当进入我所赏赐的安息。因袂当进入安息，是因为因毋信，所以着日日三劝勉。阮中间才免有人受到罪恶威胁，直到硬心。因为阮若持守起头的亲信，坚固到落尾，就有份伫基督。求主帮助阮，毋通伫明白真理了后，还佫故意来犯罪，就无佫有通赎罪的罪名。安尼就是吞踏上帝的囝，将互本身真诚的欲的火看做上物，佫武万施恩的圣神。所以，阮着为着信来面对私欲、试探、忍受苦楚，独独惊吓来听候审判，以及吞灭对敌的烈火。毋通气使阮起初好胆的心，也着互相劝勉，无停止自慧，来激起仁爱以及行好，存耐心、诚心、甲充足的信心，来实行上帝的旨意，领受伊所应允互阮的福气。求主帮助阮去结出生命的果子，合实主的款式，生命温柔谦逊。从主你纪念阮所做的工作，就是阮逐个人为着主继续地服务信徒所表现的疼心。求主激励阮保持这个热心温困，直到主过来。阮伫遮献上虔诚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
正乐队要用主唱欢喜的歌，带领咱来学乐上帝。感谢主，真好听哈。即条咱来恭读上帝的话，第一位记载伫旧约诗篇第22篇第1节到11节，以及22到25节。我要用现代的台语译本吼来读吼，第133页。诗篇22篇第1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你是安怎离我远远，毋救我，毋听我的呼叫？我的上帝啊，我日时求救，你无应我；我眠时求救，无得到安宁。你是圣的上帝，你用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阮的列祖，我靠你，因我靠你。你有解救因哀求你有得到拯救，因我靠你，你无互因失望。毋过阮毋是人，是通拖，互人讥刺，受众人看轻。看到我的人，拢甲我踢笑，咬喙害头讲。你将本身交代上主，因若无来救你。既然上主介意你，因若无来救你。你对母胎甲我接出来，你互我伫老母的胸前得到安稳。我对出母胎就交托你，对我出世，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毋通离我远远，因为患难逼近。无人帮助我。第22节到25节，我要对我的兄弟报扬你的名，
我要伫聚会中学落你。恁敬畏上主的，就称赞伊；以色列后代，就归荣光互伊。雅各的后代，拢着敬畏伊，因为伊袂看轻善食人，袂无视因的困苦，嘛袂面越走毋插因。因求救的时，上主有甲因听。我要伫大聚会中称赞你的所做，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写我的愿。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上主讲：以色列细汉的时，我就疼伊，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我若叫因，因若走开，因甲别列献祭，对偶像烧香。我牵以法莲的手，甲因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照顾因。我用慈悲的手，仁爱的大牵因。我对因的颔棍压开因的担，压落去养饲因。因毋肯转来我遮，安尼因一定会搁倒转去埃及，互亚述王统治。战乱会临到因的城，毁坏因的城门，破坏因的计谋。我的子民坚决背叛我，安尼因叫天袂应。以法莲啊，我哪甘去杀你？以色列啊，我哪会甘将你交予别人？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亲像对待西边？我的心已经改变，我的情充满怜悯，我袂发出勉烈的受气，袂搁毁坏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毋是世间人，是伫恁中间至圣的上帝。我袂搁对恁发生气。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紧张对灵光，极限我的主。我心偏向那尊重，我心紧张对灵光，极限我的主。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人的苦叹，上帝的哀叹。各位姊妹兄弟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恩赐，互咱今早起通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来领受伊的话。我要用诗篇22篇甲何西阿这两本册中间的几段经文来甲咱思考一个主题。就是人的苦叹，上帝的哀叹。几年前，我有一摆去一间天主教的册房去看册，册店的人给我介绍一本拄新教的册，
迄本册名叫做《你点会甲天主争辩嘛》。这本册作者是两个神父，一个捌担任意大利米兰教区，就是全世界上大天主教的教区的司机主教。伊退任了后去住伫耶路撒冷，伊的名叫做卡罗马提尼。另外一位的神父是专门咧关心罗马尼亚，因为食毒受关监，后来出来坐伫街路流浪无厝通去住的青少年。这个神父叫做 George Spoggi。这个 George Spoggi， 伊鼓励遐甲伊相见面，就是看起来互人气煞的青少年人，真勇敢，对人生提出因的问题。中间因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讲，你敢会甲天主争辩？这本册就是这 George Spoggi 甲这个卡罗马提尼，因两个人对话。这 George Spoggi 将青年人的问题早来问这个捌做过司机主教的神父。这本册记录济因的问题。我今仔日无要讲这本册的内容，我只有要照这本册的册名，甲咱来想一寡问题。我第一句要问讲，恁敢会甲上帝争辩？伫咱的信仰生活的中间，你捌要问上帝，甚至甲上帝争论、埋怨。想要甲上帝争辩的人，想要甲上帝讨论、埋怨的人，大概是伫人生的旅途的中间，拄着济困险、患难，发出苦痛的人。譬如讲，咱可能感觉家己真无辜，总是受苦，亲像圣经约伯记中间的约伯相款。所以咱要甲上帝争辩，咱可能真正有犯错，总是咱嘛诚实悔改，总是咱无亲像保罗所讲的，伫耶稣基督内底，旧的已经过去，一切拢真侪新的。咱无有迄种经历，最后常常颠簸咱，互咱的心无平安。所以咱忍袂住，咱向上帝发出苦叹。咱无亲像诗篇的拄则1篇103篇的拄则所讲的，上主有仁慈，有仁爱，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肯受气，伊袂照咱的罪过报应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咱无体会到这种诗人所咧讲的信仰，所以咱袂免者，咱想要对心内
问上帝，要甲上帝争辩。有的人会甲上帝争辩，埋怨、吐气，是因为因无法度去承受，因完全无法度通掌握的天灾人祸。地动，我住伫花莲，对今年4月初3了后到即啊，花莲真少人客。我即摆买火车票真紧，甚至暑假今仔日要买今仔日坐车票，拢抑阁买会着。可能真侪花莲人咧想，是安那上帝安尼款待阮。咱住伫台中，现在咱犹原抑阁会想起1991年9月2日，住伫南投一级玻璃遮的人。咱若去旅游，现在咱会想到13年前日本的福岛县，还是讲咱即摆若假使住伫乌克兰，还是巴勒斯坦。咱敢袂对身体发出苦难、苦叹？咱若了啊观察咱的人生的环境，世间人的生活，回顾咱家己的人生的经历，咱一定会发现讲，人伫世间常常拄着一寡无法度通理解的苦难。亲像世间无公道，上帝比起来，对安尼咱忍袂牢，咱发出苦叹。咱问是安怎？咱想要甲上帝争辩，譬如讲，咱会问是安那地动夺去遐尼侪人的性命？是安那上帝用阮薄情、恐怖分子制造这么侪混乱？是安那青顶的时阵，行伫斑马线的人会去互啉、食酒、啉酒醉的人，甲伊撞死？是安那充满活力、敬虔的青年人，伫教会汹涌过身？我早起要出门的时，想讲要关手机啊，看手机啊，我接到一个消息，可能咱中间已经有人看到，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候选人，昨伫 Pennsylvania 竞选时去互人拍枪，可能是枪，也毋知。看迄个图像，伊的耳孔的所在有流血，可能无有性命危险。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咱袂理解。咱对世间侪发生的代志，无论是咱个人的，还是咱的周围的环境的，咱想要问上帝，咱想要问上帝。因为咱看无公道，咱无法度忍受这种生活环境、人情世事。咱早起有读诗篇22篇，诗篇22篇的读者嘛发出苦叹，埋怨上帝，甚至质疑上帝。诗篇22篇的作者是甚么人？咱毋知。圣经学者无法度通找出讲诗篇22篇的作者是甚么人。总是大概有两个可能性，就是诗篇的22篇的作者是一个个人，而且真可能是大鼻王。啊，若假使真正是大鼻王，伊做过联合王国的第2个国王。伊的一生亲像
圣经所描写充满坎坷。伊还未做王进前，伊的主人就是扫罗王，邀议伊、追杀伊。伊做王了后，因后生想要篡位、背叛伊，伊就爱走路。大鼻龙有犯过济过错，伊嘛有生息悔改，总是因一生遭受到的困苦患难真济，可能还阁有一寡圣经无写，咱毋知影。总讲一句，亲像诗篇22篇所描写。伊发出哀怨、苦叹，总是诗篇22篇的作者，嘛有学者讲伊毋是一个人，这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特别是以色列亡国了后受掠去伫巴比伦以后的作品。所以诗篇22篇内底咧讲的我，毋是一个个人，是一个民族。伊咧讲因整个的民族，因的祖先伫埃及，互人歹款待，做奴隶，随往出埃及，伫旷野流浪40年久，后来王国建立，荣华。安定的年代无真济，北国以色列伫公元前721年受亚述帝国毁灭，南部犹大国伫公元前587也是586年受巴比伦帝国灭亡，人民受掠离开故乡。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因的经历是甚么？是困苦，是患难。有做寡，总是无经验着上帝怜悯。因的问，因的苦难，就是在过去。人生的困苦患难，互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对内心发出质问，正如第1节所讲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你是安怎放杀我？你是安怎离开我？无救我，无听我的呼叫。”诗篇22篇的作者，或是个人，或是民族，拢咧控诉上帝。表达因内心的不满。第2节，我的上帝啊，我日时求救，你无应我；我暝时求救，无得到安宁。咱敢有这种经验？伊的经验是上帝对伊的处境，用中文来讲，无动于衷。上帝放点点，咱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咱会发现作者所以会发出苦叹，是因为因对上帝体认，甲因的祖先、甲因的传统无相款。因的列祖倚靠上帝，上帝拯救因；因的列祖哀求上帝。上帝有解救因，因的列祖对上帝的信靠无失望。作者的祖先，作者的认定因的祖先的信仰真实，上帝有听因的祈祷，上帝有甲因三甲地地，总是今仔日的。今仔日哪像无的款？所以第6节、第7节、第8节，
因对上帝发出苦叹。伊讲我毋过阮毋是人，因的经验是讲阮毋是人，是通拖。用咱今仔日的话来讲，是狗是猪，互人讥刺，互人看轻，看着阮的人，拢甲阮踢笑、咬喙、害头，讲你将本身交予上主。伊若无来救你，既然上主介意你，伊若无来救你，所以作者向上帝发出苦叹：我无搁再是人啊，我比人搁较惨，比一尾虫，比一只狗搁较惨。世人伫遭遇着患难困苦时，无得到安慰甲解救，所以伊发出苦叹。伊无亲像伊的祖先经验着上帝的信息，所以伊不满。总是，亲爱的姊妹兄弟。咱详细读诗篇22篇的时，咱会发现一项事：作者无论是个人也是民族，发出苦叹的上时阵，亲像咧埋怨咧控诉上帝时，其实因犹原相信上帝。写诗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因虽然无经验上帝拯救，总是因的内心无否认上帝。世人若无相信上帝，伊是安怎会向上帝祈祷？伊是安怎会向上帝发出苦叹？所以向上帝发出苦叹，毋是无相信上帝。发出苦叹的人。是深知伫伊的困境中，伊感受袂到上帝伫伊的情境中，所以对伊来讲，上帝抑阁是真实，总是伊迄个真实的上帝安怎样伫伊的生活中，伊也无去体会到。世人无明白，过去用慈爱款待伊的祖先的上帝，拯救伊的祖先的上帝，是安怎今仔日帮伊，还是伊的同胞，伫即款困境患难的苦难中，伫伊对上帝发出苦叹的时，稳重着。伊对上帝的仰望，伊体会着上帝是真实，伊咧仰望。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诗篇22篇的作者是伫苦叹的中间，相信而且仰望。伊的苦叹。其实就是伊祈祷上帝拯救，伊仰望上帝采取行动的哀求。苦叹的人借着苦叹来表明伊犹原相信上帝，而且仰望上帝采取行动拯救、安慰，互伊得到讨伐。所以诗篇22篇的后半段，伊告别伊的信仰。伊讲伊犹原要向伊的同胞宣扬上帝作为，阿拉上帝。24节，伊讲伊确信上帝袂忽略丧亡人，上帝袂记即人的苦难，上帝绝对袂放杀困苦的人，反正会听因的哀求。
所以上路尾31节，诗人安尼讲：上主拯救伊的子民。所以真显然，诗篇的作者一直上帝发出苦叹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伊去拄着上帝，佮再一摆得到信心甲盼望。诗篇22篇，互咱体会，人咧发出苦叹、质疑的时阵，定心确信，定心确信上帝的信息，上帝是拯救的主，佮进一步产生盼望。苦叹其实是一种盼望的声音。咱唔通想讲苦叹是无信用的表现，唔通安尼想。咱感觉应该苦叹的时，上帝发出苦叹嘛紧，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你伫咧苦叹的时，你咧质疑的时阵，你才会搁再一摆实实在在去经验，去甲迄个真实的上帝相拄，对于得到盼望，对于得到这种的快乐，来跑走头前的路。无偌久以前，有人介绍我读一本天主教，犹原是天主教神父的册。这本册的中文是《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进入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伊种人的生命分做2个阶段。伊讲咱要对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不，这本册的英文册名足特别，叫做《Falling Upward》。咱若直接翻译啦，照这个《Falling Upward》个直接翻译，就是的提升。咱可能会感觉真古怪。Falling 都落落去啊咧，都直直落去啊咧，免 upward。咩有可能通提升呢？不过，这个天主教的罗尔的神父，拄拄咧讲这个苦叹，真可能就是咱人生中间的这种向下的提升，的提升。伫咱人生拄着困苦、患难、低潮的时阵，咱就直直咧处落去、咧堆落去的时阵，拄咱会当搁再一摆经验着上帝信息、灵敏、听痛，然后受提升的一种机会。听见世间人的苦叹的上帝，伊监察人的作为，知影人的内心的这个上帝，伊对于发出苦叹的人，伊有甚么款的感受？咱今仔日也阁有读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何西阿。何西阿这个先知，是以色列人受了去伫巴比伦的时的一个先知。咱读何西阿11章，咱会当感受到，其实毋是干那人咧苦叹尔，上帝嘛咧哀叹。以色列人为着因的国家的灭亡受了，为着因伫巴比伦异乡的生活困苦咧苦叹的时，上帝上时阵对上帝发出哀叹。上帝是安怎的哀叹？
上帝为着伊所拥有的以色列人哀叹，以色列人的表现，互上帝哀叹。何西阿11章甲咱讲，上帝哀叹，是因为以色列人袂记起迄个带因出埃及，拯救因脱离暴政、压迫、奴才的迄个上帝。上帝哀叹，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养育因，互因成长，背离迄个用慈悲的手、仁爱的大，甲因看顾、医治的上帝。上帝哀叹，显明这样事，就是世间人的作为无符合上帝的心意。世间人的生活、世间人的表现无合上帝的心意。那假使咱将以色列人历史，甲伊下伫咱世界各所在的各民族的历史，将伊当作一个样本，尼上帝哀叹真正是一个事实。因为世间人真正无活出上帝所期待的生活的款式，世间人的苦叹，嘛是上帝的哀叹。世间人因为家己的罪受苦楚，发出苦叹，上帝嘛哀叹。因为上帝无望世间人，无望伊的子民犯罪。何西阿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上帝在哀叹的中间施行伊的赦免、伊的安慰甲伊的拯救。因为上帝的本性是听，伊听伊的子民的祈祷，就是犯错的子民的祈祷，伊嘛会听。咱毋通想讲咱犯罪，所以咱毋敢祈祷，咱毋敢亲近上帝。其实拄拄就是因为咱无够完全，咱需要亲近上帝，咱需要上帝的神耶稣基督恩典里面来更新变化咱的生活，互咱通更加合上帝的心意。咱应该在咱的苦难的中间、苦叹的中间，去听到上帝的哀叹。因为上帝的哀叹，咱来亲近上帝，更新变化咱的心意，互咱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活。我拄则讲，迄个天主教写 Falling Upward。迄个神父，伊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耶稣真到当毋捌为着罪人来感觉烦恼，耶稣是为着遐个无要承认家己是罪人的人来烦恼。咱若无要承认咱家己是咧下咧对落，咱行的路是伫咧处落去的时阵，咱无可能上帝发出苦叹，然后对上帝得到快乐来提升咱的活命。当然，咱的苦叹有时毋是甲咱个人的经历有关。嘛，毋是天灾
地变对咱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在咱的人生的中间，世间人遭遇着济咱完全无法度通理解的这种生活经验，所以咱发出苦叹。其实上帝嘛是伫这个中间咧发出哀叹，因为这毋是上帝旨意。咱想看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偌尼济犹太人受到德国的纳粹的这种屠杀，这毋是上帝旨意，总是济犹太人伫集中营丧失因的性命。今仔日，乌克兰的人，乌克兰的基督徒，虽然因是东正教，我想因嘛是向上帝发出苦叹。是安那，阮就爱受到俄罗斯的攻击；是安那，阮袂当做乌克兰，一定爱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毋是干乌克兰的人民发出苦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这人民一定嘛发出济苦叹。是安那战乱，是安那哈马斯要去攻击以色列，是安那以色列要安尼报复。世界济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发出苦叹，请会记住，伫这苦叹的中间，也有上帝的哀叹，因为这毋是上帝的心意，咱无法度通理解。这看起来那像是一种奥妙，伫这个世间人无法度通理解的奥妙苦难的经历的中间，咱应该爱知影一项，亲像何西阿先知所讲的，上帝永远咧哀叹，上帝是伫人类苦难中甲咱相甲受苦的上帝，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一生为着要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苦相款。上帝甲咱相甲承受，遐个咱无法度通完全理解的苦难。总是有一寡咱所发出的苦叹，咱听到上帝哀叹，对咱提出挑战，咱爱回应。什么意思？虽讲济苦难，咱无法度通理解，总是咱做一个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咱应该爱回应，咱爱去面对。是安怎这个世间有这个苦难？是毋是到某一个程度，咱应该采取一寡行动，来互这个苦难，互人所发出的苦叹，以及上帝发出的哀叹，会当减少。主耶稣无应允咱一个无苦难的世界，总是主耶稣应允咱有平安。伊甲咱讲，恁都要勇敢。旧的圣经反正是讲恁通放心。其实即马新的译本拢改做恁得勇敢。主耶稣爱咱勇敢，勇敢来面对这个苦难，因为伊已经赢过世界。所以咱对这个咱所听到的苦叹，甚至咱家己发出的苦叹，
今日咱所听到上帝的哀叹，伫咱的学习忍受的上时阵，咱就爱去体会，咱就爱去认同这受苦的人，来对抗遐造成世界这样侪苦难的这暴力甲不义。有这个世界，上帝国、上帝主权的实现来迈进。咱通苦读，咱嘛有需要忍受一寡咱无度通理解的苦难，总是咱上时阵爱去认同遐个苦难的人，认同遐个毋知要安怎面对苦难的人，甲因徛做伙，甲因来对抗暴力甲不义，因为这是耶稣上帝国的教示。何西阿书甲咱讲，上帝是上帝，伊毋是世间人，伊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主爱的上帝，伊的主爱永远伫直。诗篇的作者无因为人生的经历、患难困苦、发出苦叹的时阵离开上帝，上帝也无因为世间人发出苦叹，因为伊哀叹，所以放杀世间人。人生的确有侪侪苦叹，你通发出苦叹，我嘛会发出苦叹，总是会记这一项，上帝嘛咧哀叹。愿咱伫苦叹中去体认着上帝，定心振作咱的信仰。因为苦叹要发出望，伫苦叹的中间来听上帝的哀叹，互咱三个做伙，伫咱的情境中苦难无会理解的侪侪苦难的情境中，坚定信靠上帝，望上帝的拯救。因为伊是主爱，伊是信实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人民听堂的上帝，愿当世间未免日发出苦叹，因为阮经验着侪侪阮未会理解的苦难，当然嘛有阮个人的软正软弱所犯的罪过带来的苦难，求你怜悯，求你听阮的苦叹，求你帮助阮知，你嘛咧哀叹，互阮听到你哀叹的声，互阮定心悔改，互阮振作三情望，更较知。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你是拯救的上帝。愿你帮助阮，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来吟回应的诗，正诗283首，求主上帝施大恩，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万世万无惊。
下面主献，请姚生执事就主指示。请坐。伫报告的大先，咱先来介绍新朋友吼。今仔日是主日学的夏令营，所以有几若位家长伫咱中间。首先，咱来介绍这个李心玲吼，心玲甲因的先生吼，欢迎恁吼。伫后面较济，后面这个李志刚夫妇吼，这嘛是咱的欢迎恁吼，伊是阿公阿嬷吼，请坐吼。过来后面吼，柳丁妈妈吼，柳依君姐妹哈，好欢迎伊吼，较济。头前才有一位美凤技师邀请来的新朋友张秀丽。张秀丽姊妹，请起来，阮甲你欢迎吼，欢迎伊吼，咱下面甲伊握手吼。好，咱来看周报的第3面，咱来读现代台语译本哦。上主啊，求你毋通离我远远，上帝，我的困难啊，求你紧来帮助我。诗篇22篇19节。来，上主啊，求你毋通离我远远。上帝，我的困难啊，求你紧来帮助我。诗篇22篇19节。上主啊，求你毋通离我远远。上帝，我的困难啊，求你紧来帮助我。诗篇22篇19节。第3面，咱的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等咱兄弟家己来注意来看。周报的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
因主哩，咱真感谢丹兰州牧师，伊是前玉山神学院的副院长，前来咱遮来主持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劳。第二，咱后主任嘛邀请张宗良牧师前来主理咱的礼拜甲讲道。第三，礼拜了后有爱餐，真感谢陈秀文长老的准备餐后请良善小组来收拾。第四，咱要庆祝本会设教67周年，咱有举办这个说故事比赛，伫7月28，背金句的比赛伫8月11号，拢伫主日礼拜了后11点40分来举办。范围甲内容吼，咱拢有公布伫这个有约周报，嘛需要摕迄个金句25句的这个题库的吼，欢迎到安琪遐来领取。咱即马有几队已经报名吼，欢迎大家来踊跃来参加。第一名是有咱的这个办法吼，咱会用大家详细看伫周报的这个第6面。比赛奖品非常丰富吼，请大家不要错过。再来，咱第5点，今主日中昼1点，要伫3楼会议室召开咱的定期的中执会。第6点，本礼拜3的这个祈祷会，邀请温柔小组甲德行小组来参加，为因代祷。第7，咱教会停车场的这个线组的施工，请咱兄弟注意。目前距离目标还阁有5300块吼。第8点，咱本周的读经的进度吼，是到一对希伯来书13章20节开始。希伯来书读了后，就读历代志上卷第1章到第8章吼。请咱兄弟家己来注意。下面关怀协会消息，以及今仔日咱要举行寿星来庆生，咱来甲这个名单唱一下吼。陈嘉诚、郑安成、洪坤铁、赖美君、高黄林、赵英妙、廖秀娥、罗文胜、刘国炎、高乔云、魏家恒、陈冠生、高景美、陈美凤、大众、赖仲良、李明准、林玉伦、陈义可、李秋红、施敦贤、赖淑美、蔡肯美、桂春、刘红军、陈伟琴、单磊秀、林玉杰、谢延喜、杨运琪、谢志明、甲叶秀济哈，教会要赠送落水溪米1份，来祝福因生日快乐。周报的第5面有咱团契甲小组的消息。咱来读头前4个团契就好吼。第1点，咱主日学期今仔日伫咱本会有举办夏令营，下晡有这个打水战的活动。请咱兄弟1点半以前吼，咱若有机车停伫这个中庭的所在，才甲伊刷开，因要来布置这个场地。第2点，青少年团契今仔日嘛是参加伫主日学的夏令营的活动。第3，少年团契伫今仔日主日这个爱餐了后，11点40分伫1楼的副堂聚会，主题是 Z 世代的思维甲咱的回应。主理是我本人邀请咱 KU 踊跃参加。第3点吼，少年团契伫8月初10拜六上午9点，伫教会2楼礼拜堂有举行，甲妇女团契举行联合灵修会吼，由蔡茂堂牧师来主理，题目是金色年华吼，咱周报内底拢有贴这张DM 吼，请咱家己来看。费用一个人100块，欢迎咱大家来过丰有秩序来报名纳钱。第4点，兄弟团契请咱家己注意，咱这个礼拜了后的扩大聚会吼，爱餐了11点40分要改伫4楼来
扩大聚会，邀请咱台南州牧师来主讲，题目是人物这个希伯来书甲古希伯来哲士对话吼，邀请咱兄弟来参加。好，集体关怀的部分吼，咱下面伫台场中来纪念。主播的第6面就是咱的背经古甲说故事大赛的这个比赛办法吼。第7面是顶周的奉献报告，而且做领袖，若是有错误的，请因制作长老来反映。下面咱来庆生吼，咱请请这个手车吼起立，咱来为因来迄个唱生日快乐歌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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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愿上帝的恩典啊，当做恁年会的免流哈。好，这是咱来为着教会，为着咱家己，还佫集体的需要来祈祷哈。咱做伙阿塔来祈祷。主啊，阮的心全然向你。伫阮的人生的道路顶面，你诚做阮的引带甲帮赞，互阮的性命有了仰望力量，阮亲身渴望连结伫你。求主耶稣帮赞，阮有时也亲像以色列人，规身躯的骨头干壳壳，无仰望无前途。求主将你的气分入去阮的内面。互阮重新活起来，将阮安歇伫你的怀抱。主你讲，生命在伫你，过活也在伫你。即使阮的头前道路常常有病痛、有阻挡、有痛苦、忧伤、有恶者的攻击、有痛悔，但是你讲，凡人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到你遐，就要得到安歇。求主保守阮教会兄弟，伫炎热的天气当中，为着生活伫工作打拼。求主保守因伫工作出入的平安，因也持守信仰伫凡事倚靠主。求主保守阮教会的福音事工，为着主日学对昨开始伫教会举行夏令营，求主互参加的细囝拢有丰富的得着，甲认捌基督的信仰。阮所压落去的福音种子，伫因的心中会当定根。因的性命，拢要伫上帝手中得到看顾，伫将来要开出信仰的花蕊，甲生命的果子。求主看顾因，也求主来帮助阮当中年岁较大、辛苦白疼的兄弟，孙爱姐、苏千姐、陈日新兄弟，也有久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秋云老师，以及即礼拜手去治疗的病人中，因的身体欠安，但是信心坚定。求主帮助因，互因恢复健康。还佫有其他几若位兄弟嘛，当伫经历病痛的治疗。求主施恩赐福伊伫因。我若求主特别带领陈国贤牧师、林义冠牧师夫妇因的骹步，互因无论伫倒落或西主，拢有真水的起造。主看顾因，来到阮中间的行程。平安顺利，
阮安尼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做伙起立吼，咱来吟，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彼此请安。拜哈！我愿主为他献心来听你，我愿主为他献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为他献心来听你。咱游玩徛地来吟圣诗511首，何乐上帝至权至尊，因是煞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恁三甲基地，要支持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大家请坐，祈祷。